会会。好像是。好的啊，现场各位来宾、各位亲爱的长官、来宾、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午安，谢谢大家哦，你们的回应就是我最大的鼓励啦啊！谢谢大家呢，今天来到我们公视台语台一个全新的节目《台泰有你游》，Uni Thinking Uni Roaming， 欢迎大家呢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节目。那这个节目的开播记者会呢，在现在正式开始。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松，来跟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怎么介绍呢？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节目呢真的是得来不易啊。我们的公视台语台呢，去年7月开始开播，在接下来的即将呢要迈入1周年。那在1周年的此时此刻呢，我们推出了一些台庆系列的节目。那首先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个节目《台泰有你游》。这个节目呢有多不容易？它是由台湾跟泰国两边的公共电视一起合作的，而且呢，他们在合作的时候呢，总共走访了超过20个社区。那这些日子以来呢，我们拍了超过20个社区，台湾的也有，泰国的也有。重点是我们每一集跟大家介绍一下，总共呢有60分钟，30分钟台湾，30分钟泰国。目的就是要带大家深入社区，让大家了解两边的人文。那说它是旅游节目呢，其实在我看过第1集之后，我个人觉得它更像是深度的人文体验，更像是深度的人文体验。然后呢，这个节目呢，让大家呢跟着我们2位主持人的脚步，一起去感受两边的人是如何的用力的、用心的生活着。那这边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的2位主持人。首先呢，有看到这位躺得很慵懒的这位吗？这位呢是我们泰国那一边主持人，他叫魏秋培聪，他很厉害，可以讲6国的语言，而且呢本身是个马来西亚的华侨，去泰国发展非常的厉害，而且呢很真诚、很努力。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台语台播书贼巴数没事无事做巴士的主持人许处婷，那他呢也很厉害哦，不管是上山下海、东北嘎嘎，哇，很强，就会带着大家在我们的5月29号开始，每周五的晚上10点，连续6个礼拜，让大家呢跟着他们的脚步一起去看一下这个台湾跟泰国两边的人文、两边的生活，跟两边的一些美食，甚至是他们一起在发展的社区发展的一些轨迹。对，那这个节目这么重要，而且是由国际合作。那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感谢我们公视公广集团呢，有一些幕后的黑手，应该说幕后的推手，他们不遗余力的大力支持，才可以让我们这个节目呢得以顺利的进行。那现在呢，我呢先讲到我们的长官，也请长官们挥挥手，也请大家呢给一个掌声。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公视董事长陈玉秀陈董事长。再来呢，就是我们的公视的总经理曹文杰曹总经理，再来是我们公视台语台的台长吕东喜吕台长，还有就是这个节目辛苦的制作人啊，就是我们的杜立人杜杜，还有我们帅气的导演，听说为了这个节目呢付出了他的体重，薛之锋小薛。他们真的很辛苦啊！对，那除了他们这么辛苦我要讲一下这个节目呢有多辛苦。他们从去年5月开始在商讨，去年的10月、11月开始两边开始互相交涉、开会、拍摄，然后呢，他们历时3个多月，大家知道吗？他们超过20个社区去到访过，而且轨迹总共超过1万公里。然后我要说的是，这个节目一定会中，为什么会中？它是被天公伯啊保佑的节目。他们拍完之后没多久，整个这个疫情才在亚洲爆发。你看，
一个这样的节目得来不易，还被提供北洋保佑，能不中吗？是。那除了他们很辛苦之外呢，我们今天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泰国那边的公共电视的这个执行董事长兼这个副总裁呢，他不能来，但是我们这个副总裁呢，苏达拉，他有录了一段小小的影片，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那同时也给节目祝福，而且后面我们还播一小段这个节目的精彩预告给大家瞧一瞧，来，掌声看一下，谢谢。PTS Thai PBS co-production program. The program was produced to the lengths of the people in the communities who revive their once stagnant hometowns into amazing travel destinations. We hope that the program will strengthen Taiwan and Thailand relations as we get closely through these 12 locations the programs take you to. Enjoy. ซึ่งตอนนี้เว็บก็จะพิสูจน์นะครับว่าเว็บจะเป็นลูกผู้ชายแบบเต็มตัวครับ人家都捕鱼，他会补拖鞋嘞。千多怎么会流去啊？更小真正。มีลูกแก้วด้วยข้างใน哇，这个真是人生第一次这样子吃，对不对？我们都是养贵宾啊，我可不可以顶妈妈呢？来，加油，加油，加油！哦，就当就当。环境，我们在环境。เราไปแล้วบ๊ายบาย他们说回家就会了，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哎呦，掌声鼓励！哇，跟各位做个小小跟动啊！刚刚说是旅游节目，原来是做工的节目，又是滚大石，又是搬石头，要不然就敲令草，真的是哦，两位主持人辛苦了啊，带着大局。那接下来呢，因为这个刚刚说了嘛，我们魏不能来，但是呢，他很热情，我们呢特别跟他从泰国做及时的连线。来，我们来看一下连线有没有成功呢？来哦。来，哎呦，真的是美少男呢！嗨 ，Wave 你好，嗨，萨瓦迪卡，嗨，哎，有听到了，嗨，你好，听说这个节目呢，你会讲6国语言啊？啊，听不见噻，那你就独白30秒好了。没有啦，开玩笑。那我讲慢一点，听得到吗？大家好。哎，你好，请问你嘿听得到了吗？是听得到了，听得到。哦，那可以用一下泰文跟大家打招呼吗？可以啊。สวัสดี
สวัสดี ข ค่ะ อบคุณทุกคนนะครับที่ติดตามรายการขายไทยยูนิโอนะครับ 好好， จากป้าเลย 好，哦，大伟，哦，好厉害！这个节目啊，听说你们两个一起旅游了超过20个社区，然后呢，你来台湾也很多趟，然后听说你每一次来台湾都有不同的惊喜，那你可以聊一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台湾什么让你最吃惊吗？让你最 surprise？ 台湾让你最 surprise 的。不好意思，我这里没什么听到你的声音。好，那我再讲一次。请问台湾有什么让你最惊讶的事情吗？最 surprise 的事情？太多了。说真的太多了。因为这一次呢，在台湾就是绕了一大圈。那处理也很好，就是整个团队带我更认识台湾。之后我们有去了很多，就是有找到好吃的，有好刺激的活动。之后可以看到两国之间的这个文化差别。是。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多很难忘的事情。那如果说到最刺激的，还是要在那个大石头上面跳下来，是我人生第一次。是人生第一次啊！哇，真的。哦，所以泰国没有这种石头吗？怎么样？我说是因为泰国没有这种石头吗？不是，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位高。那这一次因为就是主持人还有这个节目制作人带我去了这个地方，那说一定是要去尝试一下。那我说好吧，那就鼓起勇气，一定要试一下，为了节目的效果。哇，辛苦你了。那有没有台湾让你觉得最好吃的美食是什么？太多了，真的。如果你要我选一个，我真的没办法选。太多好吃的美食了。我这次去台湾，真的是让我更了解台湾。因为加上呢，我去台湾只是一个游客的身份，那这一次真正去了解到当地人的生活，还有他们的美食，很多原住民的美食真的太好吃了，而且跟泰国是很相似的。是。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很难忘。好的。好，那真的希望疫情过去之后，你可以赶快再来台湾玩，好吗？好。那先谢谢你喽。祝大家身体健康哦。好，也祝你克服畏高症啊。好，要保重哦。拜拜。谢谢大家。谢谢。回答。哎呀，谢谢他，为了我们的节目呢，献出了第一次啊，从石头上跳下来。那在这边呢，我自我推荐一下，其实我也蛮能跳的，我跳过旅游塔200多公尺，希望公司可以考虑一下。那刚刚呢，跟大家介绍的这是我们这个Wave邱培忠，那可惜啦，因为疫情的关系他没有来。那另外一位呢，有没有？登嘉加素熙这一位也不能不介绍他，他是我们公视呢外景节目资历超过10年，如果半年算一个梯次要退100步的话，我跟他比起来，我大概从这里一路退到圆山大饭店了，那算是资历非常老哈。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助理，郭心杰大师的主持人。各位来宾，还有各位现场的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是触婷，我是触婷。是，哎呦，怎么跟印象中蛮白的，怎么现在看起来比较黑了一点啊？真的吗？对啊。所以我真正有领金怕点在出外。对啊，我觉得这一次真的就像刚刚主持人松哥所说的，我们真正是提供非常丰富。哦哟。对，就是当然在出外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真的都是一颗心是悬在那里，因为松哥有出过外景的经验，对，那所以其实出外景最怕就是不可预测的天候的问题，对，那偏偏呢就是很难得的，也很不得已的，大家遇到了那个肺炎的疫情，对，所以其实种种的因素都是我们所害怕的。那很好，就是天公伯啊，有保佑很大。是。我们出外景的过程当中，天气几乎是配合的。哇，所以你就是一直变黑这样。对。听说黑了2个色阶。我就是买那个防晒的那个粉底嘛，
原本买就是中间的嘛，现在已经要几乎买到小麦色了。哎呦，对，那应该很快就不用上色了，因为熟了。可以吃了。那去泰国遇到些什么惊险的事吗？除了天气之外？哦，好，其实这一次去泰国，我觉得很难得的机会，就是说，可以去到很多不是知名的观光景点，因为其实泰国它是以拼观光为主的一个国家，就是他们的观光产业非常的蓬勃。但是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泰国的它是一个狭长型的国家，对，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它并不是以观光为主的发展。对，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在跟泰国公共电视就是在沟通讨论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就是我们希望可以保留我们的原创的精神，就是我们陈董事长原创的精神，就是我们要讲的是社区的故事，社区的力量，对，发展啊，凝聚共识啊，没错，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地人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就是讨论的过程当中，泰国也很努力，也很认真的找了6个。那这6个地点当中，包括最南边的帕坦隆，耶，然后还有一个叫宋卡尔，泰文怎么样练一下？宋卡尔，对，那这个都是很接近马来西亚边界的一个地方，因为泰国南边就是马来西亚。对，那另外最北边我们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家可能就稍微熟悉一点 ，Donaslo， 就是台湾是翻美斯乐。对，那另外就是我们西边、东边、中部也都有去了。给到老嘞。对，所以咱台湾嘛，应该没到亏啦，所以我们也是北中南东，台湾也是绕一圈的。赞。对。所以这个真的是用汗水跟泪水交织起来的节目，应该很好看哈。我自己是觉得看了真的是很感动啊，因为这个贵顶真正不简单，因为我觉得自己在自己的国家制作拍摄，以及跟国际的合作，它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尝试。这个我有深刻的体会。怎么说呢？我们出了很多欧洲的外景，甚至连非洲我都去了。有时候要他们签单子，他可以一丢就是2个月。然后你一进去餐厅拿起机器要拍的时候，不好意思，每个人都要签到同意书，那种扣零。对，我完全可以体验松哥的经验。这个是可以讲道理的，有一些是不能讲道理的。你机器一落地，警察就过来要拍。日本也会遇到。对，其实在这个国际合制的过程当中啊，对我觉得那个文化的差异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像我今天穿这样。是，非常的青春洋溢，是不能的啊，因为泰国公共电视他们不能以貌取人呐，太漂亮了，所以会有危险。我刚冒了好多冷汗，应该是说其实泰国呢，我们平常去泰国玩，我们穿的夹脚拖，女生穿的稍微清凉一点，短裤啊，然后小背心都 OK 的，但是他们是佛教国家，所以泰国公共电视它会在服装上特别的要求。所以呢，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出外景第一趟的时候，我带了大概10套的衣服去要跟 Wave 搭配，就后来他就指了其中的2件短裤说 ，this one and this one cannot。我想说哇，而且穿裤子啊。那就没有刺激了，对。那后来呢，就是想说好，那没关系，所以我当下灵机一动，还好我其中的有一件短裤是折起来的，有点类似像这样，我就慈母手中线了，修改一下，对 ，OK 的。而且那个地方就是在帕坦隆，就是刚刚大家片花里面有看到那个钓鱼很漂亮那个4手捕鱼的方法，对，那个叫 U， 对，那个 U， 对，就是在那个地方。如果真的不行，我可能真的只能穿渔网了。渔网真的是太辛苦了。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是那个文化的差异，但我相信这也就是原创精神要表现，对不对？对。好，那讲到这个文化差异，听说你也带来了一个东西，要融合台湾跟泰国2边的文化，做出一个闻名全世界都知道的东西啊。没错。是。咱台湾最厉害的就是 bubble tea。就是那个珍珠奶茶，是一颗一颗去。对，那我们待会就是想要就是展现一下我们台泰双方的一个友好。对，我们有一个泰式珍珠泰奶，泰式真奶。是。对，其实我
在泰国出外景的期间啊，真的很想念台湾的食物。哦哟。对，然后我自己本身真的也会去街头买那个泰式奶茶。我也是。对，然后重点是因为很想念台湾的食物，我只要看到店家写 bubble， 我就一定说我要加 bubble， 我要加珍珠。所以我在泰国的确也是每2天3天就喝一杯泰式真奶，所以都没有瘦。没关系的，还变黑的。刚好变黑，看起来就瘦。哦，对。来，所以他帮我们来制作一下这。哦，那我可能要请松哥帮我。来，对。谢谢。那这个是泰国他们就是送我们的那个泰式的手摇茶，就是泰式的奶茶，就几乎都是用这个，对。听说这来头不小，也是我们泰国的公共电视赠送的。对，他带来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总共拍摄了3个多月，那来来回，那我们当然都会带一些就是土产，对，土产大家互相分享交流。对，那他们就带了这个，所以我们就想说，那今天我们就来泡这个。好哟。那我们这里面，好。这个需要用滚烫的水吗？我看到那个水有水蒸气，嘿。哦，这个基本上呢，泰式奶茶很好喝，我每次去都会点。泡好的是不是？有。哦，来，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对。因为呢，那我就趁这个时间。趁这个时间，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泰国就是拍外景的期间。哎呦，就是我本来以为我也有去敲你的门的。我去敲他的门。你去敲？我先啊。没有，就是应该是说我们平常在台湾吃的泰式料理，反正辣度都是可以调的。是啊。我可以调成就是适合我的辣度。可是，在那边呢，我们就是台湾人比较吃不惯他们的辣，他们辣很生猛。对，那我就说我想要 no spicy。no spicy。所以我们就是跟泰国的工作人员吃饭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动分成2桌，一桌是正常的，另外一桌就是 no spicy。对，可是还是很 spicy。哈？对，然后我就。是他英文不好吗？是，没有，我就跟老板娘说，excuse me， I want no spicy。然后老板娘一吃 ，Yeah no spicy，no spicy， 然后就走了，很帅气就走了。然后我就怎么会这样？我就去吃了隔壁桌正常的，我一吃 ，Yeah no spicy， 因为他们的很辣，辣度差太多了。对，是真的。然后也因为这一次去了泰国的不同的地方，所以。我明白到泰式料理也有分区域啊，真的吗？泰式料理有分区域啊？对，那原则上就是泰国的东边，泰东的泰式料理是最辣的。哎，我们的奶茶这个茶已经泡好了，谢谢。来。哇，好方便哦，茶包嘞。对呀，因为其实他们泰国人呢，真的非常爱喝奶茶。但他们喝奶茶，像台湾人，我相信在座各位可能有的人都习惯喝无糖，有人不来这一套。他们吃很甜，因为他们会觉得没有甜就是没有味道。好的。那我们先把这个茶。哇，真不错。说真的啦，这个珍珠呢是台湾享誉国际的东西，如果可以跟我们的泰式奶茶一起做，感觉应该是很不错。而且我告诉大家在泰国的街头啊，真的是人手一杯珍珠奶茶。哇塞，那我如果批珍珠去泰国卖，应该蛮好的。其实我有想到这一门，是不是？对。好的，我先把它倒出来。然后呢，因为他们喜欢喝甜的，所以呢，原则上他们就是直接加炼乳到直接加炼乳，对，到奶茶里面。啊。然后呢，不要客气，就不要加下去。纯正的泰国风味就是安尼。对。规缸甲黑落去。对哦。啊了嘞。因为如果不甜啊，泰国人会生气，说你这个怎么没有味道？天哪，不甜还会生气。对。不过我有观察到，就是在泰国的街头，我有观察到，就是说，因为或许他们已经受到一些健康跟养生的一些观念，所以呢，他们的甜度也可以调整，但不是每一家。对，有一些店家他会有一个牌子立在这里，他会问你 sweet， 就是这样甜度。还不错，可以直接讲就对了。赞。已经加完炼乳就是。等一下留2杯给我。然后再来就是你刚刚已经加了炼乳，有甜的，对不对？是。还不够。对，砂糖跟黑落。加甜哦。对，我跟你讲，不甜就不是泰奶。1汤匙，2汤匙。
哇！没有，我跟你讲，我们现在都要做正统了，不然网络上会在那边哦，对对对，我们是比为了战啊。为了正统的泰式风味。好了，那现在已经叫2汤匙的，那接着呢，我就是们先把 bubble 我啦们的这个珍珠，我们橘爹爹的珍珠，哇！哦，看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我还没吃午餐。真的吗？没有了，没有了。那我相信这一杯喝下去应该饱到晚上，因为够甜。够甜。对，但真的很香哎，泰国的茶好香哦。其实不瞒你说，我煮了几罐呢。真的哦。我一直没有拿出来泡。回去可以试试看。好喽，好喽。加一点冰块。哎呦。那其实泰国人他们除了喜欢喝奶茶以外，他们也很爱喝咖啡。是。但是他们的咖啡呢，也是一样很甜。哦。对。所以冰块放下去，接下来就冲茶就可以了，是不是？冲茶，然后最后再加那个鲜奶。好的。来，哇，即将完成的各位。我觉得我今天好像发现。如果你是bartender，我相信这个店应该每天产出的量比较少。对，因为真的很慢哎，对，会被客诉的那种。哎呦，差不多了，好，可以了。可以，来。然后接下来倒进我们的最香的道地的泰式奶茶。我好怕它溢出来。快提出来。哦，哇塞，有一种布丁的感觉。对啊，我忘了还要加奶耶。没关系，我已经有面糊了。怎么办？我自己先躲起来偷喝。不，我跟你说，董事长看到忘了加的，去修旧了，再派去半年了。等一下，让我补救一下，手忙脚乱。好。哎，请问。嘿，有，下面垫一下。哎呦，不错哦，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常常去饮料店。不是，家事做的不是很多。我们董事长都摇头了。哎呀，不好意思。你要加奶的，不能再加冰块，会满出来。因为我们待会还有特别的东西要放在上面。什么东西？对。那你可能要先放奶才可以。哦，好。因为我怕你到时候那个奶还要再倒进去会吗？哦，好香哦！我告白呀，江。哇，这一杯泰奶，珍珠泰奶正式完成。对，这就是象征台泰两国的合作。对。你有什么感想吗？啊，不好意思，这位远来的贵宾没有话要说。好啦。对，就是这个。是，来，让我们请你往前站一下。来，也请我们的媒体朋友可以先拍一下我们这个触婷跟泰式奶茶的合照。这个的话来配一个。来哦，把这个红色桌子稍微拉开一点点。没有，我们当然是要配我们台湾跟泰国的国旗的颜色啊。哇，怎么那么贴心？来，我们请触婷往前站一步。这个不是3EU底下饭哦，这就是我们台湾跟泰国国旗的颜色。是的。不要往前面这个是大哥。这边。来，这个珍珠泰奶的完成，也像是我们这个台泰有你游，也是在这个此刻呢正式要介绍给大家啦。象征了台湾跟泰国两地公共电视台甜蜜的结合，耶！两只手捧着，是有，需要我真，我本来说需要我把后面都移开嘛，啊，真的谢谢触婷，谢谢，哇，真的不容易耶，那真的代表你跟泰国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交流了。应该是说，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非常深度的一个节目，对，就像刚刚松哥说的，我们真的是一个做工的节目，没有，这是开玩笑，但是其实我们是一个很有深度啦，对，就是着重在一个体验上面，对，谢谢啦，也祝这个节目旗开得胜，谢谢触婷，我们请触婷先回座，谢谢。那接下来各位，刚刚前面一开始有提过，这个节目可以两国的公事一起合作呢，就是有很重要的幕后推手啦。那今天我们将掌声欢迎我们最重要的幕后推手，我们的陈玉秀陈董事长。各位贵宾、各位记者、女士、先生，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好。今仔真欢喜吼，这个叫做台泰游旅游。台泰游旅游。对。这个节目吼，有当有这个记者，我爱
首先爱多谢咱的工作团队哈，这个我们制作人杜制作人，啊，搁咱的迄个导演哈。其实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这个国际合作。是啊。因为这是咱公共电视第一摆。甲东南亚的国家。来做这个国际合作。做这个国际合作，这是第一次哈。而且咱这个公视的这台语台哈。多几年。多一岁啊。嘿，一岁的。第一岁，咱就有一款这么好的这个国际合作吼，这是一个里程碑。真的，真无简单啊。嘿，这项好代志有通促成吼，迄嘛是你天公你甲咱斗相。嘿，我伫2018年吼，我到泰国一个其实是家族的旅行啊哈。我算唔知要讲台语还是讲。拢可以，我们说自然语啊，自然语。是家族旅行，一个去曼谷当时伫在地这个大使，这个童振源大使，伊即马拄伫新内阁内底担任这个咱侨委会委员长。是，委员长。伊就热心的，伊请我去演讲啥？会介绍台湾，所以你知影，我逐摆你去演讲，毋是钻石台湾，就是品牌台湾。赞。拢嘛咧介绍台湾。这上好。我介绍了，拄好有这个缘分。熟悉到因这个泰国的公共电视的这个董事长的执行董事长苏达啦，伊嘛人足热情的，嘿，伊就甲我讲，就想要甲咱合作，我讲我嘛足想要甲咱合作。伫迄个时阵吼，阮熟悉了，伊就搁甲我讲，无搁过3个月，你搁来曼谷吼，来介绍台湾，你转去吼，这3个月你好好想，你想要做啥？我你就开始啊！安尼我转来以后，我就想讲，我选择2个主题啦。因为咱这个政府拄仔咧推动这个创生政策，地方创生嘛。对。所以我一定想到一定是社区啦，吼。第二个就是生命礼俗。生命礼俗。咱囡仔洗出来道济路衫，一直到咱过身，规个生命礼俗，真济。泰国伊嘛是。嘿，足丰富，而且甲咱无共款。我想讲，若是2个国家来做这个比较，就有处理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提了2个哈。是。11月去的时候，我就甲伊讲就这2个，他们就选择了创生。但是伫这3个月当中，我要研究这个内容，我就爱谢谢因迄阵驻泰国的文化组长陈冠甫先生，伊去甲我做田野调查。伊去做泰国的迄个社区田野调查，甲因的生命礼俗的田野调查。所以我11月要去泰国之前，我已经知道了，就是说这个内容有哪一些主要的主题。大概的主题。我都已经看过资料。所以我一去，我就甲因讲，这2个咱来选，尾阮水稻选创生，地方创生。12月吼，我就甲因的董事长、因的执行董事长拢请来台湾，嘿，我带伊含阮这个那个总经理甲副总吼，阮去踅社区。真的走到社区里面。有，是甲伊讲，我想要介绍的，毋是干那美食，毋是干那佚佗食的，毋是，我是要互人大家知影这个文化的底蕴。我甲伊讨论了以后吼。过2个月，伊嘛选因的社区互我，所以这内容就差不多制定啊，就签约。这个节目的贵人很多呢。贵人很多，我毋才讲是提供囝啦，这无是提供囝，因为你想看卖，为熟悉到签约干那6个月。这是国际合作，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了就甲这个内容交互这咱的制作团队。下较困难，但是就是因啦。但是呢，大家都爱知影讲，其实阮有选择这个主题吼，这个主题就是少数的民族、少数民族、生态吼，还有这个农业有港口文化，刚刚我看到，搁公益，有公益，拢其实都毋是旅游节目的内容所以咱即摆会当看到咱的节目，咱嘛无共款，
咱足深刻，印象很深刻，印象就记得。内容很深刻。哦，内容很深刻。啊，我想这个就是最重要，也就是文化的底蕴。文化。嘿，咱文化的根，啊，两个国家有啥物无共款，表现出来有啥物伫这个生活当中，无共款的所在，安尼就有通互咱大家有通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做朋友。人家讲话讲伊要来咱遮住。哦，一样。伊来到遮以后，感觉哇，咱的文化这么丰富吼。对，两边不一样。两边不一样，而且伫生活当中这么趣味。是。所以讲伊有讲我真想要带到台湾，我讲欢迎。来欢迎。我想即摆这个节目吼，咱的制作团队吼真辛苦，但是应该你嘛是对于社区本来就是真熟悉。咱的制作人甲咱的迄主持人，前因为就对咱台湾的社区做报道。是。所以真的是。你应该是如鱼得水啦，为因古早的社区，到即摆的社区，咱会当看到社区的人，因迄款坚韧而且执着的精神，是，这是台湾的事。伫泰国嘛是同款，但是我来甲大家分享就是泰国伊的社区，它是以经济为主，咱台湾社区是以文化为主。这是较袂同款的所在，这是迄阵阮咧做田野调查，发现无同款，但是大家会当到节目当中去体会，就可以去了解说两个国家不一样的方式。是。当然他们用经济为主，我们用文化为主，因赚的钱比咱较济。当然。但是呢，咱留落来物件也较济，历史的这个轨迹也搁较深刻，搁较济。所以，若看这个节目会当比较两个无同款的国家，它的文化的不同，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世界的趋势，这个国际的趋势，在整个地球都变成地球村的时候，这个创生的概念，而且我们彼此之间真的是要合作团结，无国界的，对，所以大家唔好失去这个机会。一点是拜五暗时10点。每个礼拜五晚上10点，请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1到7月嘛，对哦。拄啊，台语台拄啊9年，1周年。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台庆系列的节目，对，国际合作的，他后面的，对，欢迎大家来看，多谢大家。谢谢。邀请董事长留步，我们接下来有开播仪式，那我们同时要邀请到我们的曹总经理，还要邀请到我们的吕台长。一起来，我们做一个开播的仪式。来，我们请各位步往前，站一步。然后我们董事长来这边，麻烦一下。然后我们总经理在这边，然后台长这边。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借由这个简单的仪式呢，代表我们台泰两国呢，不但节目要开播，还要搭起一个友谊的桥梁。然后我们倒数3、2、1，可以跟我一起数吗？好，来，3、2、1。每周晚6点正式开播啦！也请大家记得遵循搞情况哦。来，我们往上给它贴上去。看7个屁，丢，这桥梁就搭起来啦！赞！水哦！好，那我们可以面对前面比个赞吗？看一下我们的摄影大哥，赞！好的，那。各位补充我想要补充一下因为这种国际合作我们在刚开始谈的时候就非常的清楚。我跟泰国的公共电视讲说，我们经费个人50%，然后我们的人员也各50%。公开啊！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计划，合作的一个先例，我觉得。对。谢谢董事长。今晚手来，麻烦帮我们拿一下可爱的这个举牌。这里有一个1岁的，要不要让台长？好哇！恭喜第一代变弯几黑咯！来哦！来，我们看一下正前方。笑咪咪哦，笑咪咪。好，来，对，我们先看一下正中间，再看一下左前方，然后再看一下右前方，然后我们一样拿着牌子我们可不可以对着我们这个摄影大哥比个爱心？公示呢1周年，对，爱心。我们的
心意满满呐。希望所有的观众呢，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可以了解到我们的用心跟我们的努力啦。那再一次呢，谢谢我们的董事长，谢谢我们的总经理，跟我们的台长，谢谢。来，助理，你也可以来这边站一下。单人然后我们请我们的主持人来，先来。哎呦，来，我们摄影师可以稍微拍个照。这里，这是你的节目。我拿一下节目播出资讯。OK。怕姐公狗姐。嘿，现在大家吼，请各位媒体大哥、媒体大姐们帮我们多多宣传哈。那位一张波来，但是白亚迪。可以啦。台泰有你游，5月29日起公视台语台，每周晚上10点，欢迎大家，告诉大家。我们总共会有6集的内容，那第7集呢是我们的精彩花絮，也请大家一定要赶快去看哦，谢谢大家。好的，那现在呢就是请我们的媒体朋友，如果有要访问的呢，可以来往前一点点，好吗？那我们也可以请我们的董事长来接受一下访问，还是我们的总经理就可以了。来，有要访问的媒体朋友可以往前，董事长这边，特别美丽。媒体朋友一下，因为您是这个节目一手催生的啊！来，是，还有媒体朋友要往前吗？那个制作人杜，不是杜姑哦，是杜，来。我感觉就是伊是讲文化的底蕴做上重要的内容吼。我迄阵你选择迄阵就是以地方创生伊社区为主吼。咱台湾选定哪个社区？我嘛带因的当时叫甲因的这个总经理来看。伊转去以后，伊嘛是选定哪个地区，但是拢总有10个社区去做访问。这访问的这个内容吼，毋是讲干那地方。上重要就是看在地的文化，甲这个社区的这个进展，吼，咱会当看到讲，伫泰国因的进展是经济做主，但是伫咱台湾是文化做主。伊无共款的这个国情之下，伊安怎发展，吼，嘛会当看到讲社区的人伫遮尔久长的时间内底，吼，伊坚持甲一直做对的代志，即款精神，吼。咱有通表现咱台湾的精神，咱嘛有通看到泰国的精神。但是泰国这边即个好一个他们泰国人这个做起过嘛，是他对咱熟人他们做对，咱这是第2摆嘛吼，甲东南亚的这个国家，我想伫东南亚真侪国家看到，我嘛会促成吼，有头去甲别个国家嘛是来做。我嘛就爱去这个回教的国家，因的宗教、因的生命艺术，甲咱拢无同款吼。咱对咱来讲是，咱大家很渴望知道的啦吼。我想讲，这若是透过这个节目的这个播出吼，有头互大家感受，也就较深刻。咱这个跟那个凤姐是讲，那是代替，有那个代替头前这种。嘿。这个台语台吼，成立1年啦吼，这年当中得到真侪人的这个鼓励吼，当然阮的需要进步的这个空间也阁真侪，但是我多谢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吼，阁真侪老师，伊拢对阮的节目吼，随时甲阮改进吼。当然1年咯，有头有一个国际合作吼来宣誓，我感觉这是一个里程碑，嘛是真重要的。我毋知讲，这个节目应该很多听众好，谢谢董事长，谢谢媒体朋友。那我们的前面媒体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留下他们有特别在访问的地方。那再一次呢，呼吁大家记得5月29号开始，每周5晚上10点，我们的台泰有你游。5月29号开始，每礼拜5暗时10点。